他们的献诗带来的赞美，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，要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。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，透过我们今早分别我们的时间来到主日当中，也在这个地方敞开我们的心，向他热情的敬拜。愿神赐福在我们当中，也将他的恩典也降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。这时候，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接着我们再来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在这个时候来安静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可以专心注目在你的话语，也求你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启示我们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其中的亮光，对我们的生命说话，也对我们的生命产生鼓励以及帮助。愿你赐福我们聆听你话语的时间，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今天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就是在有这个一起来礼拜的这个系列。那这个系列呢，因为有10讲，所以从去年度其实就开始讲了，那一路讲到今年这个系列的分享，刚好今天是第10讲，要准备做一个结束。那今天第十个分享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相聚是为了要分散。在整个系列最一开始，我们有一起透过圣经的话语，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为什么要来参与聚会，我们为什么每一个礼拜要花时间来到主日的礼拜当中参与聚会，参与主日，对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什么样的重要，有什么样的意义。而一路下来，我们透过圣经的话语，我们也看见了整场礼拜当中有许多的程序。我们为什么要敬拜？我们为什么要赞美？为什么要祷告？为什么要奉献？为什么在礼拜当中我们需要有圣经，需要有上帝的话语？到今天这个系列做一个结束。每一次的聚集，我们一定会有结束分散的时刻。等一下当牧师祝祷，我们唱完最后的诗歌，我们就会回家了。这场礼拜不会无止境的一直下去，这场礼拜不会一直持续，会有一个结束。但是当我们在这个系列分享开始，以及在那个中间的过程，我们如何在礼拜的当中可以有领受，但最后礼拜要结束，我们要离开，其实有更重要的目的，也有让我们值得学习的事情。所以在这个系列最后，我们今天透过几段的圣经，我们要一起来分享，也一起来学习，在聚会礼拜之后离开分散之后，我们应当带着什么样的态度。我想我们每一个礼拜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公平，上帝给我们很公平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168个小时，在一个礼拜当中，应该没有人是169，或是有人168，或167，每一个人都很公平。一个礼拜大家就是有168小时。那你主日会来参加礼拜，不论你参加华语堂或参加台语堂，就大概可能就1个半小时，可能2个小时。那如果你周间有来参加牧区、参加小组，或者是参加一些服事的训练，那可能2个小时、3个小时。那所以其实一个礼拜我们在教会的时间，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聚集的时间，大概可能4个小时，顶多5个小时。那算一算，其实我们在教会的时间并没有很多。若用我们一整个礼拜，我们168小时来算，我们在教会的时间其实没有很多，可能2%，顶多3%的时间，没有很长。更多的时间是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，在我们的工作场合，在我们的学校，在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之间。所以在这在一整个礼拜可能只有2%到3%的时间，这短短的时间却时间不长，但却成为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很重要的时刻。到底我们在每一次的聚集，我们要可以在这里领受什么？
以至于我们在离开更多的时间，有164小时或160多个小时离开之后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这个世界？在聚会之后，如何把剩下的聚会之后剩下这些时间放到生活里面？这其实才是聚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在聚会结束，我们如何把我们所领受到的信仰继续放到我们的生活？这才是我们聚会或我们聚集在一起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所以，在这个系列一开始有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我们礼拜都开始会有宣召，会有敬拜赞美，如同我们刚刚前面我们一起唱诗歌，那主领也会召聚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但结束呢？等一下礼拜结束，我们知道牧师会祝祷，我们会唱最后回应的诗歌，然后我们就回家。所以我们在一场礼拜有一个开始，有一个敬拜，有一个很热情，但是结束，我们透过祝祷，透过差遣，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中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：若没有上帝召聚我们，若没有上帝呼召我们聚集在一起，那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聚会，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开始。但是若结束没有上帝的差遣，没有上帝的一个祝福，我们就也没有办法分散到我们自己原本的地方去。所以在一个礼拜当中，一个聚会当中，有一个开始，有一个结束。那我们接下来看，在这个结束的时候，当我们要离开教会接受差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如何行动？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几段经文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1章以及第13章。但是在这个11章、13章之前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记录在使徒行传。在使徒行传的开始，当耶稣升天之后，他就交给他的这些跟随他的门徒。于是这些门徒他们开始就传福音，人数越来越多。而人数越来越多呢，他们就必须要管理饭食、管理行政，于是又找了几个人负责来管理这些事务。其中一个叫司提反。那这些人他们不只管理饭食、管理这些事务，他们也会去传福音，他们也会去宣讲耶稣基督的好消息。但有一次，这些犹太教的这些比较律法派的，就抓住他们的把柄，说：他们所讲的话都是在亵渎上帝。他们在讲的话都是亵渎摩西的律法，于是就把那个司提反抓到议会去。但最后的结果是，这些人他们听不进去司提反所说的，所以他们决定就拿石头把司提反丢死。于是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就这么描写，当时耶路撒冷所有的信徒就受到很大的迫害，他们不得已逃到犹大，跑到撒玛利亚，跑到各个地方去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第1节就这么记载，他说：从那一天开始，就是司提反被石头丢死的那一天。从那一天开始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受到非常残酷的迫害。使徒以外，所有的信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方去。于是到我们今天所看的第11章，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人，他们分散到各个地方，但是最后又聚集到了安提阿教会，在那里有一个新的聚集。而这个非常大的分散，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迫害，对于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信徒来讲。但是这个分散，在那个困难当中的分散，却成为他们可以四处见证福音的开始。他们原本都是在耶路撒冷而已，但却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一个聚集变成一个很大的分散。而他们的分散出去，又变成了聚集更多对救恩、对耶稣基督福音渴望的人。他们延续了这个信仰的传递。所以你看，这场聚集原本是在耶路撒冷很兴旺，但因为一些事情分开了，分开之后却又产生更多的聚集，更多的聚集又产生更多的分散，让这个福音又继续的被传递分享出去。最近我们透过这3段的经文，也透过在使徒行传所记录当时所发生的事情，以及安提阿教会所经历的，我们也一起来学习，在每一次的聚会、主日的聚会，甚至我们说牧区小组的聚会或团契的聚会，或你参与一个服事之后，当我们离开，我们应当带着什么样的态度？第一个，我们也还是再次回头来看，我们为什么要相聚？虽然这个在这个系列最一开始有提过，但是我们还是再次来回顾，我们为什么要相聚在一起？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是一群被福音而吸引的信徒，
我们成为一个有福音的教会。一个教会若没有福音，一个教会若没有办法讲出福音的故事，那它没有办法可以被称之为教会。教会的建立，我们从刚刚的故事看到，我们大家再次看那个经文就发觉，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是因为有福音，这群人聚集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听到耶稣的好消息，听到生命的改变，所以这群人聚在一起。所以为什么要聚？为什么我们要聚会？为什么我们要参与？第一个很重要是，我们都是被福音吸引的信徒，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教会。刚的经我们再次回顾，他说信徒因为司提反被杀的事件，所以引起的迫害就分散到各地，有的远走到腓尼基、塞浦路斯、安提阿，他们把信息传给犹太人，但是也有一些人，一些塞浦路斯、古利奈的信徒到安提阿，他们也跟希腊人传讲有关主耶稣的福音。所以当这群人分散出去，他们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但是不论对希腊人讲，对犹太人讲，到腓尼基、塞浦路斯，他们到古利奈，不管到什么样的地方，他们都只讲一件事情，讲福音，讲耶稣的好消息，而让人聚集在一起。刚刚说他们分散是因为他们遇到很大的困难，遇到当时有个很大的迫害，所以他们离开。其实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生活也是会有很多的困难跟挑战，我们的生活有很多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面对的事情，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这些事情可能也会让我们分散开来，而甚至当我们聚会结束、我们离开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分散的。而在那个分散的过程，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挑战。因为不像在教会当中，我们有一群人，我们聚集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彼此祷告、彼此祝福，马上可以彼此的分享。当我们聚集结束分散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可能常常是一个人，我们可能是要独自去面对一些事情。但是生活的难处，或是像当时的使徒行传教会，让他们分散开了，但是福音又让他们相聚在一起了。但是福音的缘故，又让他们相聚在一起了。其实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每一次的相聚不是那么的容易。我们每一次可以参与聚会，不是那么的容易。我们从当时的教会的背景，我们先来看塞浦路斯人，海岛的；古利奈人，北非，你可以说是沙漠的；希腊人、犹太人住在平原的，不同的人、不同背景的，他们都到了安提阿教会。以我们现在的角度，其实原本我们应该会是一个社区的教会，就是附近的居民来到我们这边，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富阳教育，很多人其实不住在东区，你可能住在南区，住在安平，住在安南区，甚至你可能住在旧台南县，你也来到这个地方。每一个人的背景也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经历也不一样，每一个人讲的语言其实也不太一样。当然，我们在第二堂我们习惯是华语，但第一堂习惯是台语，但我们所经历的其实也不大一样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所接受的价值可能也不一样。所以你想，这么不一样的一群人，我们却可以聚集在一起，其实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如同当时使徒行传的教会也是，所以上帝把我们这些不一样背景的人放在一起，有他特别的心意，就是因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跟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因为福音让我们可以彼此连结在一起。我们聚集在这里，是因着福音，让我们可以彼此连结，聚集在一起。我们要知道，来教会聚会不是因着说习惯，就是早上10点50了时间到了，所以礼拜天我要来参与聚会。或者是周间牧区小组的时间到了，我要来参与聚会。也不是因为说我要来交朋友，或者是我要来这边吐苦水。我来这边一直抱怨我发生很糟糕的事情，或者是带着自己想要达成的目的而来。我们要知道来教会，我们为什么来被吸引而来？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吸引我们而来，是因为我们认识、也相信、也听过这个福音的好处而来。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，只是为了自己被满足，只是认为需要聚会了，所以我来，那就非常的可惜了。在约翰一书第1章第3节这么说：“我把所看见、所听见也传给你们，好使你们能跟我们共享团契。这团契就是我们跟天父和他儿子
耶稣基督所共有的。约翰这么写，他告诉收信的人说：“我把我们看见、听见的也传给你们，他们所经历到的耶稣，他们所经历到的福音传给他们。”所以那个是共享一个团契，共享一个聚集，而那个聚集不仅是只有人而已，而是有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再次的来回顾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聚集？我们相聚是为了什么？是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因着福音被吸引，也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是福音的教会。特别是在接下来9、10、11、12，我们常常会把这几个月份我们说是一个福音月。在我们的教会，我们会透过感恩节、圣诞节，透过幸福小组，透过一些这个福音的餐会，透过许多的不同的活动或不同的事工，我们邀请人也想要来进到教会，可以听见这个美好的福音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聚，或者是为什么办这些的活动、这些的事工，目的也都是要让人看见福音在这个地方。而第二个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，那为什么我们要聚？既然是福音吸引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那我们为什么要聚在这里？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被建造成基督的门徒，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学习的教会。我们为什么要聚在这里？是让我们可以被建造、被建立成一个基督的门徒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学习的教会。刚我们一起读的第2段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1章，有1整年的时间，2人和会友相聚。这2人指的是巴拿巴跟保罗，他们教导许多人。门徒被称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开始的。巴拿巴、保罗他们一起到那个地方安提阿去。他说有足足1年之久，跟会友在一起。重点是他们教导了许多人。所以你看到，在那个教会当中，除了被福音吸引聚集之外，在那个地方，他们也学习被教导，学习他们被训练，在那里经验、看见上帝的作为。于是外面的人就说：“哇，这群人叫做基督徒。”所以在他们的聚集，在每一次的教导当中，他们的生命就逐渐产生一个不一样的特质，他们的生命就开始产生一个不一样的样式。以至于被人家说他们叫做一群基督徒。当然，基督徒这个词对我们来讲，我们都很对我们多数人都很熟悉，不陌生。我们也会跟别人说：“哦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会去教会，我是基督徒。”但基督徒这个词，我们很常讲，其实我们也了解它的意思，就是基督的跟随者，耶稣的门徒。门徒这个词，但更有意思的是，我们来看。它的词在原本的希腊文当中，它有很多特别的意思。它包含了学习，包含了发现，包含了体验，也包含了训练。所以当这群人他们外面的人看到说：“安提阿教会他们是一群基督徒，代表他们是基督的门徒，他们在当中有学习，他们在当中他们有发现。”在当中，他们有体验，更重要，他们有被训练、被操练。所以，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很重要。我们在这里是要有学习的，在这里我们是要被操练的，在这里我们是要有发现的。所以，聚会每一次的聚会不是为了需要聚会，所以我们才来聚会。每一次的聚会不是因为说我需要聚会，所以我来聚会。或是举办一场聚会，举办一个事工，是因为需要有一个事工，所以我来做。每一次的聚会更重要，是为了结束分散之后的生活，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。我每年教会都会举办夏令营。那今年夏令营结束，有一个青年就来问我说：“牧师，为什么每年都要办夏令营？到底办夏令营目的是什么？因为办夏令营时间那么长，又要事前要训练，又要预备，然后暑假又不能出去玩，为什么每年都要办夏令营？难道我们办一个营队，每一次的聚会，或是任何的事工，是为了需要有一个才办吗？还是为了什么样更重要的目的？
当然，我们所每一次的聚集，每一次的一些事工的参与，我们背后一个更大的目的是，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事，透过这些不同的事工，我们可以来分享福音，我们可以让很多还没有接触过的人，他们有机会来听见。但是更重要，对我们自己本身而言，是关乎我们生命的成长。所以我就问他说：“那在这个营队当中，在这个聚会当中，那你自己有没有获得？在这个营队当中，你有没有获得？或是你自己有没有发现什么事情？”于是他就开始分享他看到了什么，他经验到了什么。所以每一次来参与主日的礼拜也好，参与任何的聚集也好，重要的是在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，在当中我们有没有生命被在过程有没有体验到上帝的作为，更重要有没有在这里我们真的带着一颗学习的心聚集在这里。有一个哲学家齐克果，他分享了一个关于鹅的一个寓言故事。他讲一个寓言故事，他说，有一个人他养了很多鹅，然后他训练他的鹅很聪明，就每一个礼拜呢，他就带他一群鹅呢，就会到教会去听讲道。那这个牧师就看到说到一群鹅来所以呢牧师就想说好，一群鹅来，所以他讲道内容呢都是讲怎么在天上飞的好处在天上可以飞很高，那个在天空上很凉，然后那个飞行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。那于是这群鹅呢，每一次做礼拜呢都听得津津有味，哇，好开心。那礼拜结束呢，他们就会去礼拜堂外面，然后就这样嘎嘎嘎嘎嘎嘎，呱呱呱讨论说啊，飞有多好啊，可以飞很高，飞很远。但是讨论完之后呢，他们又跟着主人走回家。于是下个礼拜，他们又跟主人一起走来教会听有关于飞行的讲道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寓言的故事这是一个比喻的故事当然，我们不会看到有人真的带一群人来听讲道。但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再次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次来参与聚会，每一次来到主日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在这里也被建造？我们有没有在这里也有新的学习跟发现？所以教会的聚集，除了让我们可以亲近神，教会的聚集让我们可以敬拜神，更是让我们有机会被装备，让我们有机会了解，也承担神交代我们每一个人，或交代给我们教会的使命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4章16节这么说，他说：整个身体都倚靠他，借着各关节、经络互相配合，彼此连结。这样，当各肢体发挥功用时，身体就会在爱中渐渐长大，建立起来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肢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一起被建造起来，在每一次的聚会被训练、学习。我想，不仅我们的生命会被建立，我们的教会也会一起被建立起来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而聚？为了要被建造成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也成为一个学习、被训练的教会。最后，那我们为什么要散？我们为什么要散？如果聚会那么的好，敬拜神、亲近神，我看刚刚大家敬拜赞美都很投入，然后都很渴慕在敬拜。如果敬拜那么好，参与聚会那么好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离开？为什么还要分？我们就在这边一直敬拜就好啦，在这里一直赞美就好了。重要的目的是，我们要散，是要成为被差派到世界的使徒，差派到我们工作的使徒，差派到我们学校的使徒，差派到我们家庭的使徒，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带有使命感的教会。使徒行传第13章，安提阿教会他们一起聚集、祷告、敬拜的时候，经文这么描写：当他们在敬拜禁食的时候，圣灵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为我指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呼召他们担任的工作。”于是他们禁食祷告，给他们按手，派遣他们出去。当他们一起祷告、一起聚集的时候，圣灵感动说要差派出去。而这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聚集、我们敬拜，圣灵给予人感动，给予教会感动，要人被差派出去，要人不是只有聚集在一起，而是要走出去。所以，如果你从圣经属灵学上看，
前半段是耶稣的比较多，是耶稣的这12门徒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。但是从13章开始到28章，是安提阿教会，他们派了巴拿巴、派了保罗走出去，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故事，开始了宣教的旅程，开始了他们使命的旅程。所以，我们从这个世界被呼召出来，要来归向神。我们在我们破碎的世界当中，在充满挑战、困难的世界当中，上帝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认识福音，让我们可以归向他。但是更重要，他也差遣我们领受这个福音，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世界，要去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困难，我们都有一些挑战，我们都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。但是上帝不看我们这一些不好的，上帝不看我们这些觉得是缺憾的地方。就如同保罗过去在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徒前，经文刚刚的描写，他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，他是在抓捕基督徒的。但上帝感动他，光照他，让他被这个世界被呼召出来，让他去成为传福音的使徒，但也同时让他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者。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。当然我们认识了这个福音，听见了这个好的消息，生命仍然会有困难的地方，仍然会有挑战的地方。但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，当我们被呼召出来，我们一起归向神，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就让我们重新领受到恩典，重新被装备起来，然后可以出去。有一个在中南美洲的一个阿根廷的布道家，他在有一次布道的过程，他分享一句话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他说，教会就像堆肥聚在一起，臭味四溢啊，就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困难啊，然后有一些挑战哈，然后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些缺憾，聚在一起哈，然后就是大家就只是聚在一起。但是当教会的这群人聚在一起，领受恩典，分散开来，反而就丰富了世界。当这些原本该是堆肥的，撒到那个土里面，撒到农田里面，农作物就生长起来，植物就生长起来。所以让我们在这句话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有趣，但是也让我们去想，确实当我们分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更加丰富这个世界。所以如果我们都只在意自己，觉得啊，我跟我熟悉的人在一起就好了，我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就好，我找我自己喜欢的聚会在一起就好，但不愿意分享，那就失去我们聚在一起的意义。教会不是一个别墅啊，或者是一个很美丽的花园，或者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堡，然后我们就把自己关起来，然后把自己享受在当中，很舒服、很平安就好了。如果我们都只在意自己，那只觉得我在这里享受那是最美好的，那我们真的会失去了我们聚在一起最重要的意义。所以聚在一起，目的是为了要有机会可以走出去，目的是为了我们可以分散出去。我想越愿意分享福音，就愿意有福音可以传；越愿意给予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有能力可以给予。越愿意分享福音，我想就会有更多的福音我们可以去传。而我们愿意给予我们的生命，给予我们的恩赐才能，我们就越有能力，我们可以去给予。所以在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，我们在整个系列当中最一开始也是用这个以赛亚书第6章，因为它是整个礼拜的模型，整个礼拜的原型。而在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最后就这么说：我听见主说，我可以差遣谁？谁肯替我们去传话呢？以赛亚回答说：我去，请差遣我。所以当我们等下礼拜要结束，我们要回家要散的时候，牧师也会祝祷，也会差遣。但是当我们结束离开之后，我们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，带着什么样一个心情离开？而且因此，这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吩咐，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相聚，更重要是为了要分散，为了要继续分享他的福音。在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，耶稣复活之后，他向他的门徒显现，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，正如父亲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
因着神先差遣了我，现在我也要差遣你们。耶稣先被差遣到我们的世界，差遣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现在他再次也呼召我们，不是只有聚集在一起，也呼召我们可以进入到别人的世界当中，进入到别人的生命当中。所以我们聚集而敬拜，我们聚集而学习，我们聚集而受装备。但是分散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分享如何关怀，分享如何去传递这个美好的福音。所以今天是这个系列最后一讲，我们在讲礼拜。所以不论我们聚在一起，或者是我们大家分散了，我们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表达出信仰的样貌。我们聚集在一起所看见的是我们对于敬拜的渴慕，聚集在一起是我们看见我们对于亲近神的热情。但是当我们分散出去，是让人看见我们如何回应，如何表达我们对于这个信仰美好的领受。所以主日聚会结束，不是觉得终于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，下午可以好好休息，下午真的可以礼拜天放假了。主日不是就回去就是我可以休息了，我可以回家了，而是更重要是进入一个被差派的开始。到下一次的聚会前，聚会和聚会之间，那就是一个我们被差派的时间。每一次的聚会，我们重新领受；每一次的聚会，我们重新对焦；每一次的聚会，我们重新学习；每一次的聚会，我们重新受装备；每一次的聚会，我们重新看见上帝的恩典。之后，我们被进到一个差派的开始，回到你的家中，回到你的工作，回到你的学校，回到你的人际关系当中，开始在那个分散的过程，继续将耶稣基督美好的福音分享，让更多人因着我们的生命看见耶稣基督美好的样式。愿上帝赐福我们，让我们在今天透过这几段圣经的话语，让我们再次思考我们聚集、我们分散带给我们重要的意义。这是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这首诗歌是差遣我。而这首诗歌结束之后，我们要为几件事情，我们要一起来公祷。